接下来是这个共同和不共同的两个观想次第，然后在共同观想的这一方面是对暂时的这个障碍，一定要遣除暂时的这个障碍，然后去观修。然后第一部分已经结束了，然后第二部分是。人的说呢，一些上了的落后，往后面的研究的尝试的那些，旅游全嘛都，理解的就是包括，理解完了多少，我们几天把它过了，到了多少年前，念的时候，了解，念了书的时候，来讲，让我们的东西，也要写上，你怎么办？或者是社会是不是就是了，连其他数学方面，就先把中国理解一个，我们要过去，我们也刚刚用我们是看到了，那是用理解嘛的方式说，有三个方向的原因的，就是从哪一些，然后是不是？对，我们一直到这样的，我们已经是看到了，用我们这些人稍微就是一个，电子上的，我他的做出，这个可能就是这马上就，马上开始。你也要是说运动之前，导致前面的啥，这个都比较的，他要是拿这产品去搞产生的那税这个一些，其他的像刚去那的些一的，搞那个中外界，那你简直这个问题，现在他是这个。现在我听了就没得听了这，大家看这个要也经历他，他跟老人下面一个没了特殊的时候，我以前的就没见过嘛，对不对？我特别忘了写了。我特别理解，所以这些嘛，我希望看到这些理解吧，后来他这个什么，让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把这个写不起，现在美国中国的企业好的，这些早期后来没有去写吧的，基础就是说这么早出来的什么，具体上如果下来一两样，看到英语的商业作业呢。理解，那你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说现在中间的应该也是一个，管理的用心，人物就是差了，境界是差了。然后现在所讲的就是这个伴侣的这个过换。比方说比方说一个出家人，他就要断除这个与在家人的这个结伴，一定要去与这个出家人结伴。比方说，有时候这个在家人的事和出家人的事是有所分开的，因此呢，如果跟一个在家人长时间的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会自己也会自己也会贪念这个在家人的这个世间法，然后就会染上这个在家人的这个行为，因此呢，
再加上在大乘和密乘的还有小乘小乘之中的声闻乘之中所讲的这个与密乘和大乘之中，他们会是如果大乘和密乘跟小乘的这个人去的结伴同行的话，那么就会菩提心就会有所衰败，因此呢就会有这样的危险。总之呢，所谓的这个伴侣，不管与任何的伴侣结行，与任何的伴侣结伴而行。不管有任何的人结伴而行的话，就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心态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目标，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来世获得解脱的果位。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和别人的这个贪念今生的这个世间人的这个目标不跟他们一样，然后可以分开的话，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这就是这个与伴侣相结的，与伴侣结伴而行的这个最上乘的这个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中所讲的是，也就是要懂得跟跟一切众生结伴而行。比方说，以前有一个人这样讲过，他这个人他喝酒抽烟，然后什么都去做，然后有人就告诉他你这样非常的不好，然后他就回答说，我是在随顺众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才去这个喝酒抽烟。我为了和他们一样，为了和他们成为共同的一个团体，所以我才喝酒抽烟。有人这样讲过，但是这个真正的随顺众生并非是这个含义。总之呢，自己的目标也好，自己修持的这个信心一定要不能失去，然后再去利益众生。然后才去随顺这个众生，这才叫真正的随顺。但是所谓的这并非是说随顺众生就连自己的这个最初的修法之心都丢掉的话，那这就与随顺恰恰相反了。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所谓的这个伴侣。比方说，在一个家庭之中，一个夫妻，他们是一生的这个伴侣，再加上在修法，在修持这个密乘的这个金刚道友，他们是生生世世的一个成就菩提的一个伴侣。是一同随顺于共同前往这个菩提道的这个金刚道友和法友。因此呢，总之所谓的要如何去结识这个伴侣的话，如果你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个法的话，那么你就会成为世间之人。再加上在我们这个佛教之中的最基础的这个三宝。所谓的这个在行持三宝的这个菩提道路之前，我们的这个法友就是一直到获证菩提。获证菩提而的这个真实伴侣，也就是真实的法友。我今天觉得有一点迷迷糊糊的，有点不舒服。就像我们在
一生之中我们所讲的这个三宝的这个含义和三宝的这个概念，也不需要比这个更多，但是却不能比这个更少。也必须记住这3点，主要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一生，一般的一个人生，我们虽然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智慧，也就是有一个善恶取舍的一个智慧，懂得该怎样去取舍，懂得该怎样去区分这个善恶。虽然有这样一个智慧，但是并非只是有就行了，但一定要将习惯于去分别，一直都去这样分别善恶业，然后在这个祖辈们的从父母的这个教导下，然后我们要懂得这个善恶取舍。就像我们进入一个学校，老师会教你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老师和父母的培育之下，然后慢慢的长大。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老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再加上在自己的这个目标和目的，自己人生的目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这个人生道路，自己也可以做选择。因此呢，我们在选择自己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就一直朝着这个自己的目标而前进的话，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有这样一个因缘，再加上所谓的这个伴侣，伴侣在你在这个朝自己目的出发的时候，你就有一些这个喜乐的各种感受。如果当时你有这个伴侣的话，有一个你就可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个朋友的话，这个你就会对自己的这个心念。你有一个依靠，所以说呢，所谓的伴侣就非常的重要。因此呢，在一般的这个我们的人生之中，首先是老师，然后是朋友，然后是法友，这个对我们来说，选择这3点一定非常的重要。因此呢，所谓的伴侣很重要。但是如果不懂得该怎么结交伴侣的话，那么你就很难成就这个善果。如果你不能互相帮助的话，那么你就很难成就这个善果。因此，你要懂得该如何与结交这个伴侣，特别是在世间的这个一个家庭夫妻之中，夫妻之间有时候没有很好的这个关系，然后不懂得该如何的去交心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苦。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也就是说，要与自己的性格相合，然后跟自己的行为相同。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话，那么这70%的夫妻都一定要有这样与性格和行为相合的一个这个伴侣。因此呢，自己要懂得该怎样去维持这份友谊，或者是维持这份金刚道友之间的三昧耶。因此呢，有这样一个伴侣，然后你才可以更长久，你跟他结交，你才会有这个快乐，你才会有幸福。因此呢，接下来是这个眷属，接下来讲的是眷属。
시 작업으로 인해서 로마를 파이고 오분시 지거지나 로메 라메 투르 라마 소동을 홀드가 케 내체디야 더니도 하면도 시작이 로마 디오마를 시작해 이노所谓的这个眷属的这个过患，那是什么呢？在这个一个登地的菩萨和一个这个瑜伽士，他们如果有很多的眷属的话，那么是非常好的。在噶举祖师的这个承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这个了悟这自信的话，你才能摄受眷属，摄受弟子。你如果呢印证自己的心性的话，你懂得自己的心性的本质，然后再加上对心性和空性，就算不能真实的了悟，但是至少也对这个空性和心性有一些觉受的话，你才能去这个摄受弟子和摄受眷属。如果还没达到这个成就的话，你最好还是不要先摄受这种。但是在别解脱界之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患，特别是你在这个菩萨界之中的时候，菩萨道之后，你的眷属也会升起颠倒的这个颠倒着意念，不能真实的这个了悟上师的心态。因此，上师就会非常的忧心，就连这些眷属弟子的事业我都不能承办，那么很难承办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的事业。所以说呢。在金刚乘的这种上师的话，他也如果不能好好的摄受的话，也可能就会舍弃对众生的这个慈心。如果弟子扰乱了上师的心绪的话，上师弟子也会遭受到这个三昧业界的这个破坏三昧业界。因此呢，在以上所讲的这个一个具足具德的一个金刚上师的话，如果自己具足金刚上师的三界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你可以摄受弟子。如果没有这个具足这样的戒律功德，那么你就最好还是不要去摄受这样的弟子。所谓的这个眷属，也就是这个弟子，一般来说，我们平常有这样一个现象，3年闭关，然后得到一个上师的名号以后，然后就跑到这个国外，然后就摄受一些弟子，然后有的人就叫他们摄受弟子，然后自己就答应他们，然后摄受他们，这样的话，在国外的话，每个上师就有一个中心，每个上师就有一个寺院，就是有这种很多的现象。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这本引导文的方式来讲的话，就觉得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过患，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失。这个上师一定要是一个成熟自己自相续，然后才能去指引他人。比方说一个苹果的话，从外面看着它成熟了，如果里面没有成熟的话，那么是不能吃的。一定要是里外都已经成熟了，我们才能去吃这个苹果。因此呢，如果上师自己自相续，一定要先成熟，像苹果一样，
这个果实一个非常的成熟，然后可以去吃的这样一个苹果，它才自己先要这个让自己的志向去先成熟，否则的话你不能去摄受弟子。就不要去急着去要摄受弟子了，引导文中这样讲过，因此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总之呢，主要的是，就像平常我们所讲的，我自己也这样想，比方说我们这个手机，和电脑。有一个电池，这个电池，它一定要去充电，需要充电它才能去使用。如果你不去充电，但是一直去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再继续利用它了。所以说呢，它无法去使用。如果电力不足的话，就很难使用了。因此呢，首先如果你要使用100%的去使用，所以你最初也要100%的把这个电力充足，把电充满，这样你才能去好好的使用。你只充10%的这个电的话，但是你却想要使用100%的电力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呢，有时候，比方说我自己，有的就是把我一个名号盖在我头上，并非是像我们的往昔的祖师一样。从断证的功德一样，直接就获证断证功德而降临世间，我并非这样。我有时候也有一些困扰，你们可能没有这样困扰，所以有时候也要在这里自以为是的在坐在这里，就像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比方说。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看着佛经，然后看经书的时候，就算再怎么看经书，别人也不会说，不会觉得很生气，因为你是噶玛巴，因为你是佛，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稀奇的，你还可以做的比这更好的，别人就会这么说。但是自己看的话，以自己方面，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一个平凡的人，他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像我们在大脑里面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深的这个功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就很难了。我自己也不具足这样的功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因此呢，但是我还是在尽力的去做。就算在尽力的做，有的人还以为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就非常的困难了。总之呢。在自己这方面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若要像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话，那么是非常大的困难。总之呢，就算自己这方有一些的功德，但是如果没有像别人所渴望、所期望的那样的话，又是一种困扰。因此呢，像我以前认为，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佛菩萨有异变的这个可以转化，也可以变化一个化身一样，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是菩萨，因为他是佛，所以说呢，他有神变，所以他可以变化出很多很多。我不觉得这是非常的，不觉得这是非常的神奇，也不会生气，很了不起的这个定界。但是在后来。我自己的人生之中的这个经验之中来想的话，刚刚就觉得，真的很困难，因为千手千眼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真的很麻烦。如果我可以变化成1万个化身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要行持承办无量的众生，仅是一个身体的话，那是很不够的。仅是2个手也不行，仅是2个双眼也不行。因此呢，
在这个就算祖师的这些贤哲的大师所讲的，现在你虽然不能行持众生的利益，但是你也要去发愿，然后记在心里，然后未来希望可以成为这个变化亿万个化身，然后去利益众生，以这种的发愿，至少也要有这样的愿力也愿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殊胜的。因此呢。总之，所说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之中所说的，如果你没有他心通的这个神通，或者是你没有这个获证空性或者自性本性心性的人，你就不要去摄受众生，你不要去行持利他事业了，因为行持利他事业并非易事。总之呢，像我自己这一方，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受和经验，并非说你们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经验。然后第4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财务。各方面做家，有些当中网站啊，缺点没缺点太些，老板说啊，你这个出去的时候，那个是不是？第一类的是就那我用对不对？那这个你用这个吧，然后你就当当的，然后马上被给红字，你现在了红这个你把这个设定，你根据这个对不对？现在了红这个吧，就马上被给红字，那被给红字，根据现在了红这个设定。所谓的这个财务，因为像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资具，他只能或者要这样讲，我所讲的这个财务，我们平常，比方说我们喝茶，就算是喝一碗茶，早晚的这个饭，早餐和晚餐，还有什么呢？还有。就像去这个有人供养，都是这个功德主的这个供养，都是功德主的供养，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功德主的供养，就是这个财物的这个敬语，也就是供养给佛菩萨供养三宝的这个供养，就是财物的一个敬语。因此呢，因为是供养它。比方说，对一个亲近的比丘，也可以说是一个亲近的僧众，一个具性的这个善性的一个功德主，然后他们去供养，然后一个亲近的僧人，他如果去享用这个供养的话，那么功德主他自己也可以积累资粮，然后这个僧人他也可以积累福慧资粮。因此呢，因为两边他都是亲近的这个发心，因此呢，他都可以积累资粮。因为如果说你供养给僧人的话，那么僧人他有享用的这个福泽以及供养的福泽，两个这个积累的这个福泽资粮。如果你只供养给佛法的话，那只有供养的这个资粮，它没有一个享用的资粮，因为这个校正的这个佛法，它不可能去享用这个供养，但是它有供养的这个福泽的资粮。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供养这个佛陀，也没有这个福报去供养这个佛陀，但是如果你能去供养一个这
这个虽然僧众他有很多不同的，但是在戒律之中，对一个亲近的这个比丘，如果你能去供养的话，那么就像在佛陀时期的话，就像供养给佛陀一样的这个功德，会有这样一个功德。因此呢，如果你供养一个僧人的话，他有这个供养的这个福泽资粮，也有享用的这个资粮，所以有双重的这个功德资粮。因此呢，如果你供养一个不亲近的这个僧人，那么他并非一个这个供养处，因为他并非一个所供养之处，然后他却自以为是的去装作是一个供养处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邪财，也就是这个邪财，所谓的这个邪财，以前我也有这样讲过，像我们这个僧众的话，虽然不做事，但是我们如果吃饱饭，然后我们僧人，我就觉得僧人是最差劲的，人类之中最差劲的一个。比方说像一个一般的人，他每天做事，他就会得到相应的工资，就算是那些力工他们也是付出他们的力量而得到这个工资。但是如果你不做事而去拿这个工资的话，那你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工资，你也找不到这个工作。但是像我们这种僧人的话，像僧众的话，有时候就把这个我们僧众的最主要的资具就是这个功德主们所的供养，但是我们却享用这个供养，但是却不做这个僧众的这个事情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僧众是世间最大的这个小偷，也是最大的这个强盗。因此呢，在世间上也是一个最不知廉耻的一个人，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这个过失。比方说像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比丘他们畏惧这个供养的这个过患，所以他们就把戒体献给了这个佛祖，然后佛祖他说什么呢？善哉善哉，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因为他们是畏惧这个供养的这个过患，因为他们不敢去享用这个供养，所以呢，他们才把这个戒体还给了这个佛祖，所以佛陀才说善哉。因此呢，他们畏惧这个过患，所以他们将戒体还给了佛祖，然后佛祖就说善哉。但是如果所有的僧众都畏惧这个供养的这个过患的话，都跑掉的话，那么我们就找不到僧人了。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还有这个僧众的僧奇才，这种很多很多，在这里就不再提了。然后总之呢，所讲的这个供养，我们享用的供养。为了能这个成为一个清净的供养的话，他必须具足2个顺缘。这个人必须具足2个顺缘。第一个是具足戒律，或者是具足成就。第一一定要是如果他是一个具足清净的戒律的话，他没有这个接受供养的这个过患。然后或者就是获得成就，比方说像阿罗汉之类的，他们也可以享用这个供养，所以也不会有这个过患。否则的话，其他人就会有非常大的过患。
往嘛这啥子呢？拉了也年轻的朋友就讲的，现在现在不管是谁的，呀，刚好是这个老了，老在三个，他中间那个三个是像，可能就年纪的就老，慢慢的讲到哪个人员上就年纪的，那些不是生的，为什么每天早上出行一个？理所也就是说，人们这个人比这样用的是百姓，这边的长程度也这是有咱们，然后这边的这个他的中间就我们的差误。总之呢，这一段所讲的含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定要懂得知足，僧众一定要懂得知足，知足，并不需要非常的圆满或非常的多。比方像以前的话，那些释迦佛祖在世的时候，和后来的这些印度的这些比丘这些僧众们，这些出家人们，他们的主要的这个生活来源，他们的主要的生活来源和他们的言行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知足行仪，主要就是这些知足行仪对他们的这个修持也非常的好，一方面对修持很好，第二方面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环境。这像现今的话，比方说一个家庭的话，里面的这个衣服，然后里面的家具，然后需要很多很多，比以前的人还要更多。现今的这些人的话，他的生活这个财务，他不管需要还是不要，只要别人的家庭有的话，自己也想自己也放一些东西。比方说现在藏地的话，像我们家乡，别说汽车，别说摩托车，别说自行车，连自行车都没有，都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每一家都有一个摩托车，也就是摩托车。所以每个家都有一辆摩托车，这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有一家非常富有的人，他们买了这个摩托车，然后另外一家又想着，为了跟他们比，然后我们家也要买一辆摩托车，然后就一家比一家，一家比一家，就全部都买了。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愚昧的，以为是别人有，我就觉得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总之要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有没有利用的价值，然后去买，而并非他们没有这样去想，而觉得别人在这样做，就以为自己也必须这样去做。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并不是说别人的生活方式，自己就要效仿别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像米拉日巴大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也可以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快乐，他不需要依靠什么人，他就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就住在山间，所以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呢，像我们这个人类世间人，如果能利用我们的智慧，而并非只是为了仿效别人，要利用自己的这个明辨的这个智慧，然后懂得自己的这个生活需要什么样的财务然后哪种生活方式才跟自己相符合，以这种的一个便民的这个智慧去寻找一个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否则的话，像现在如果你觉得你要别人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的话，那么对环境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呢，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买汽车，像在新德里的话，新德里听说有6亿辆汽车，像加尔各答、孟买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也比不了这个德里的这个汽车的数量。因此呢，这是又出现了很多困难。像我们住在这个汽车里，然后走一段又会堵塞，又会堵车，走一段又会堵车，还不如走路来得快呢。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坐在车里还不如走路，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多麻烦啊！但是有的人因为是一个人买了汽车，然后另外一个人又买汽车，所以说呢都是在一一仿效，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世界上有70亿人，如果70亿每个人买一个汽车的话，那有什么用呢？那放在哪里呢？能装得下吗？这个世界根本就装不下，所以说呢，也一定要朝这方面去好好的想想。再加上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僧人僧众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以一种善心，以一种如理如法的一个这个行仪，以如理如法的行仪，也要知道自己要怎样的，要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言行，然后如理如法的去以禁律的方式去这个不管是洗脸、洗漱或者是吃饭，你都要关照自己的心。而并非一个很大的一个盘子，然后装得满满的，堆得像山一样高，然后之后又剩下很多的饭菜，这样的话，那非常大的影响。像那些乞丐的话，连这一半的饭菜都吃不了，但是我们却要把它扔掉，因此呢，却要这样去浪费这些食物。从各方面去思维的话，就会这样。像比方说我们的饮水，早上刷牙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把这个水管开着，就在那刷牙，然后就浪费这么多水，然后就在那里刷牙，水一直都流着，那有什么利益呢？然后有的人，像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别说是洗脸，然后这个洗漱的这个水都别提了，连自己喝的水都很难找到。但是如果我们却这样浪费这个水的话，那么因为水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一个，因为我们没有遭遇到这个水的困难。如果我们投身在这个非洲的话，好像要把我们放到这个就非洲的话，待上几个月，然后回来的话，可能会对这个水的节约会有一些影响吧。因此呢，听说在非洲也喝过这个牛的这个尿，没有水喝就去喝牛的小便尿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衣食，我们必须依靠衣食，但是我们之所以依靠衣食，之后又会造作很多的罪业，比方说我们吃肉，然后就造作了很多的罪障。以前我也好像讲过一个杀鸡的这个，比方说这个杀鸡的这个工厂，然后一天听说好像要杀很多鸡，也不知道就具体的数量，好像是好几十万呢。总之是想不起来了。只是一天，他们就会杀这么多。如果这样去想的话，那一年的话，那么会杀几十亿、几百亿、几万亿的这个众生，无法计数的这种罪过，因此都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衣食才去杀害他们。所以说呢，在这个引导文的这本引导文里面也这样讲过。以前，就说我念着伽玛巴，他说他吃肉的话，就说不是噶举的弟子，他就说这样的大话，听说有人这样讲。我以前在噶举全法会的时候，不准吃肉，一定要戒肉，然后我就说我有举出这个祖师的这个教言，然后跟他们我就讲了这部密觉多戒的这个教言。
然后我们一定要断除不清净的八识，我们要断除不清净的八物。如果不断除这八物的话，那么如果吃肉或者杀生的话，做这个肉的生意的话，那么就不是我们噶举派的这个就会从噶举派的行列之中排除。大部分的那么它是做出一点点的这种可以管一些。马上我们批评这张现实上的人民的路线的那个骗子，所以说呢，在冈布巴大师的这个授记之中，在佛经之中也讲过，月光童子，也就是冈布巴大师，未来就是这个月光童子他会为他授记的时候，未来这个月光童子他会远离这个不清净的八物，因此呢，所谓的这个不清净八物、不净八物，在各种引导文中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至中的这个解释方式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这个肉和酒，还有武器，还有盔甲之类的这些。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肉。以前我就引用了这个密觉多界的这个讲言，有的人就说他这个讲了这么大的一个话，讲大话，然后说吃肉的话就不是噶举派的行列。然后这并非是我讲的，是密觉多界的讲的。如果你们要起诉的话，那还是去起诉密觉多界吧。我只是在引用他的教言而已。但是呢，听说在藏地又这样，堪布次城罗珠，他戒除这个肉食，然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据说在。如果你吃肉的话，那么就会排除于这个藏人之中，所以你一定要，有的人就说你一定要讲一些话了，因为在康区色达县的一些喇嘛跟我这样讲过，说引起了一个轰动。堪布次城罗珠说，不吃肉的话你就不是藏人，但是却就流传成这样一个话了，然后一个讲给一个，一个讲给一个，然后他最初的这个话就变味了，然后从最初和到最后听到的这个之间的话就完全的颠倒了。像藏地的话，一直就一个人讲给一个人讲给，然后又添盐加醋的，就这样总之什么都去讲，然后就成了一个传言。总之呢，这个我从小虽然也在吃肉，虽然没有名声，没有说我在吃肉有个名声，但是我在想，我吃了很多肉，应该有一些名声吧。我也非常喜欢吃肉，但是自从我来到印度以后，讲了也不太方便，因为印度的这个肉没有藏地的肉更好吃，也没有藏地的肉美味，所以这也算一个运气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运气。然后呢，我们吃肉。我们虽然吃肉，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是这个动物是怎样被杀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以后如果去看这个杀动物的这个影片的话，那么真是太可怕了。那么就在想，那吃肉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虽然我们今生没有成为杀众生的这个屠夫，但是以后。未来世，我们还会不会投身为这种屠夫的话，我们也要尽力让自己不成为这样屠夫的一个身相。因此，自己一定要尽力去戒除这个肉食。它的主要的这个理由，也就是说，在生生世世，不管你投身为哪种身相，你永远也不要远离对众生的这个慈心，永远希望以这种发心去思维。
希望可以这样以这种方式来戒除这个肉食，所以我当时也撰写了一个偈子，然后这个偈子是第16，我也在这个第16世大宝法王的这个传记的这个偈子之中，最后我也写了一部一个4个偈子的这个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叫什么呢？好。也就是说，普天底下的所有慈母，也就是说，为了利益他们，然后生生世世不远离这个慈心，以这种方式，然后我发愿了，在这个佛陀的近前，佛祖的等身佛像近前，然后我发了这个愿。然后以这个以及佛阶的这个愿力和功德，然后祈愿一切众生都获得快乐，所以以这种方式我戒除了这个肉食。因此呢，像我以前在祈愿法会的时候，虽然而且讲得非常清楚，一定要断除。我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断除这个肉食，必须断除。如果你不断除，我就把你杀死。我并没有这样讲。我是怎样讲的呢？我们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想想，并非说，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去吃的话，那么这根本就不行。我们一定要去思维，好好去想想。然后你再去看自己该怎么做。但是有的人自己身体营养不足或者有疾病，需要吃肉来补充营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吃肉吧，也只能说可以了。比方说，我们一天吃3顿饭，如果1顿不吃饭的话，也可以啊，也是非常好的。或者说你在1个礼拜有2、3天不吃肉的话，那也非常好啊。或者在那些吉祥的日子，你如果不吃肉的话，也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吉祥的日子也会混乱，也会忘记。像我的父母总是说我在吉祥的日子那些大日子，我不会吃肉。我的父母告诉我在吉祥的日子不会吃肉，但是希望你加持我，不要把这个吉祥的日子弄错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叫我去加持的。再加上有的人几个月不吃肉，像在神变月，这个神变月和这些佛的这个诞辰日，这些不去吃肉，这并非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所以我只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自己该怎么决定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自己一旦吃肉的话，或者是戒除肉的话，自己一定要自己升起一个定结，并非是说某个上师或者佛祖这样讲过就一样，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感知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我们所说的断除肉食，我们要去思维，因为它给众生、给动物制造了无量无限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个理由，我们才要去戒除肉食，是因为这个，而并非是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并非是只是要比赛而去戒除肉食，并非这样。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维。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的想法就会在上师和祖古还有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身，他们就要吃肉，我们就会这样去想，他们要吃，为什么呢？他们就跟他们结上了缘，然后他们就会救度他们，所以他们应该吃肉。就会说，他们会救度这个众生。在密集金刚之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好。
好像想不起来了。总之呢，在秘籍好像是洗金刚的这个一个句子，我想不起来了。然后在目前根嘎桑波大师所做的这个洗金刚的这个句子之中。在夏嘎粗珠忍卓，他在这个一本诗中所讲的，所谓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身的这种行仪，这种行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它不是好的行仪，它是不好的现象。因此呢，希望以后行持这种的行仪，希望我双手合十，希望你们不要去行持这种行仪。就算是佛菩萨他都会这样去祈祷，这样去祈请。如果不是佛菩萨，当然就不会做。因为又有一种说法，就是有慈悲的人要去吃肉，有誓言的人要去喝酒，有这样一种说法。所谓的有慈悲的人要去吃肉是什么？怎么说呢？因为把肉放在这个盘子里面，然后一坨一坨的这样煮着，或者弄成菜，然后或者是弄成肉汤，总之放在这个盘子或者碗里，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你就不要一下子就这样吃了，什么都不想。然后你要在一坐之中去对众生升起这个慈悲心，或者是5分钟，或者是1分钟，希望所有众生可以远离痛苦和痛苦之因，以这个当前的这个众生为主的这个众生希望他们远离痛苦。然后之后，然后你一定要念诵这个净命法师所做的这个忏悔文，也就是说有一个念诵这个吃肉的这个断除吃肉的这个罪障的一个咒语，然后或者是佛菩萨的名号，或者是咒语，然后观想慈悲心，观想菩提心，然后以这种方式才去吃，然后观想它是自己儿子的肉，或者是观想自己母亲的肉而去吃它。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时间去观想慈悲心，然后还没有供养就一下就这样吃了。如果是吃肉的话，就有这样的观想方式，观想它为自己儿子的肉或者是母亲的肉。有一个公案，可能以前大家也听说过，我讲过很多次，在竹巴嘎举的这个大成就者竹巴嘎勒，他在一个故事之中这样讲过。在一个村庄，有一对老夫妻，也就是非常年长的老夫妻，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孩，然后一个年轻人。有一次，然后这个村庄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灾难，很大的饥荒，然后就他们很难找到食物，出现了这样一个灾难。然后他们没有找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快饿死了。这个时候，父母就想，我们2个之中有一个人死掉的话，然后这个肉我就要让这个我们的儿子去吃。然后这个儿子就想，我的父母就快饿死了，然后我死了以后，我的肉要给这个父母吃。然后他们就这样想。但是有一天他这个儿子他就自杀而亡。然后他旁边放着一封信，这个信上写着一定要吃我的肉，如果你们不吃肉的话，那么我的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我死不瞑目。因为他是为了让父母吃东西，所以他才死了。然后所以说呢，父母如果不吃的话，那么也就辜负了这个儿子的一片孝心。所以他们就只好吃，就算吃也不会有太大的欢喜心，因为他们都是哭着吃，或者是非常忧心的吃，并非是吃得很香的那种。
没有这样非常欢喜的、很美味的去吃。要想着，如果是有慈悲心的人的话，要吃肉的话，要哭着吃肉。然后，如果这样去吃的话，那还不如不去吃呢。如果我们不吃肉的话，我们又不会死去，并非是这样，或者是不会成佛。如果又没有这样一个困难，如果这样要去吃肉的话，那还不如吃，因为具足菩提心的人吃肉的方式就是这样。如果要以这种方式去吃肉的话，那还不如不吃呢。所以说呢，还这样过，在直贡交办局的僧觉大师，他有一次就生病了，然后医生就告诉他，你要吃一点肉，要补充营养。然后大师就说，我不吃肉，我死了也不吃肉。总之呢，都是以这个发心的这个区别，然后愿力的区别，而去行事。我只是这样去解释，并非是说我有口才的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说大家吃肉的话就不是噶举的弟子。主要的是我们要去思维众生这个痛苦，而去戒除这个肉食，而并非说其他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一些小事来提出来。我们最主要的是自己这一方要去做选择。所以说呢，我们平常最主要的罪业就是从衣食和语言而产生的，也就是为了名声，为了地位，或者是为了这个因为这个食物，然后为了衣服。因为这些，所以造作很多罪业，也就是说，衣食名声这三个一定要舍离，并非说就这样，像疯子一样的，像有的像外国人就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并非这样，而是说一定要舍弃这个衣食名声的这个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衣食名利。造作了很大的这个很重的罪障，所以我们才要舍弃他们。有的人就是说以为是不吃不喝，并非这样，不吃不喝就这样赤身裸体的跑，并非是这样。主要是说以一种知足的心态，然后并不需要太过圆满，只要自己只存储自己需要的，而不需要其他的。就像我们所下的需要和需求两者是有区别的。因此呢，对我们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一个僧袍一个披单就可以了，或者说。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东西，像我的话，有时候很麻烦，有很多人都供养我，然后供养我，如果不收的话也不行，就只有放在那边了，很麻烦。有时候就是没有的时候就想要有，但是有了就有更大的痛苦，所以说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此呢，自己。因为有的人有很多的东西，一些出家人有很多东西，有10、20个僧袍，10、20个僧袍又不可能一次就可以穿。如果你一次就穿10、20个僧袍的话，那可能很奇怪了。一下又不能一次就这样把全部都穿着，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多。那么有10几个这个僧袍的话，要干什么用呢？所谓的知足，并不是说有多少的关系。比方说是一个转轮王的话，他如果能知足的话，他也可以。所谓的知足，他就算有很多的东西，他也可以知足，因为所谓的知足，它是内心的知足，而并非外在。就算是他把外在的所有东西都抛弃，如果他内心没有知足，那也是无益的。所以说，这并就是断除一种我执，并非说是这是我的东西，我的只为我有的话。
像现在这一当下，以一种知足的心的话，这也算一个知足，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非常的重要。今天好像就应该讲到这里了。等一下，先还不要念。